Hi，大家好，我係 Bob，歡迎返到嚟5分鐘計量經濟學。今日我哋會一齊嚟探討點樣展示模型回歸分析嘅結果，應該向讀者展現邊啲資訊。報告模型回歸結果有兩種方法：方程形式同表格形式。我哋會逐一睇下呢兩種方法。對於單一嘅回歸模型，我哋通常使用方程形式嚟報告估計結果。例如，我哋想要研究美國勞工嘅教育回報，呢一個模型將美國工人嘅時薪同佢哋嘅教育程度、人口特徵以及家庭背景建立聯繫。我哋首先要寫出估算後嘅方程式，同總體方程式作比較。估算方程式唔再包含誤差項，而結果變量亦都俾佢嘅二合值取代。OLS 嘅估算係數通常會同佢嘅標準誤一齊報告。喺估算方程式嘅下方，我哋會標示樣本數同埋 R²。如果模型當中包含好多嘅控制變量，我哋只需要呈現同研究問題相關嘅主要解釋變量。對於感興趣嘅解釋變量，我哋會通常關心佢係咪喺統計上係顯著嘅。我哋可以根據方程形式呈現嘅數值計算喺原假設下嘅 t 統計量，亦都可以計算喺特定顯著水平下嘅置信區間。如果我哋想要檢驗一組變量是否喺統計上係聯合顯著嘅，可以用相同嘅方程形式報告受限模型，然後使用 F 統計量嘅 R² 形式計算，並且判斷呢組變量是否聯合顯著。要記得喺進行任何嘅假設檢驗之前，先向讀者說明原假設嘅內容。喺計量經濟學嘅論文當中，我哋更為常見嘅係用表格形式報告模型回歸結果。通常先運行一個包含基本解釋變量嘅模型，然後逐步加入更多嘅控制變量。喺呢種情況下，以表格形式列出各個模型嘅估算結果會更加有效。表格嘅每一欄代表一個模型估計方程，咁樣做可以方便比較唔同模型嘅估算結果。下面呢個就係我哋例子嘅估算結果嘅表格形式。第一欄係單解釋變量回歸模型，只包含教育程度呢個主要解釋變量。第二欄加入咗勞工嘅人口特徵變量。第三個模型仲加入咗勞工成長期間父母收入嘅資訊。我哋報告每個模型嘅係數估算值、標準誤、觀測值數量以及 R²。仲可以使用 Stata 嘅 stab 命令，透過星號表示估算結果嘅顯著程度。表格形式仲可以用於呈現唔同估算方法嘅結果。我哋可以對同一組美國勞工嘅樣本分別採用 Pooled OLS 方法、隨機效應 Random Effects 方法同固定效應 Fixed Effects 方法。通過追蹤勞工嘅家族，記錄每位家庭成員嘅資訊，嚟建立一個 Panel Data 嘅資料庫。喺 Stata 當中，我哋可以指定估算值同標準誤嘅顯示格式，使用 Title 選項加入表格嘅標題，使用 Keep 選項選擇要顯示嘅變量，最後可以用 stab 結合 using 嘅命令嚟
等 Stata 輸出一個可以用於 LaTeX 嘅檔案。今日我哋一齊討論咗展示模型回歸結果嘅兩種方式：方程形式同表格形式。喺方程形式當中，我哋通常要展示估算值、標準誤、樣本數嘅大小以及 R²。而表格形式唔單止可以使用唔同嘅解釋變量，仲可以呈現用唔同嘅估算方法嘅結果。多謝你收睇呢一期嘅5分鐘計量經濟學，我哋下期再見。